好多朋友問小編點樣喺尖沙咀快速往返大灣區，永東巴士幫到你。我哋永東嘅尖沙咀站就喺尖沙咀中港城，服務櫃台，上車位喺邊度？小編帶你行一轉。首先係中港城商場正門，往前行幾步路，左側有個車輛通道，沿住行人通道直行幾步。左側會見到中港城升降機大堂嘅入口，入去就可以見到永東嘅服務櫃台。喺呢度你可以買車飛、查詢路線，櫃台旁亦有一部 CityLine 售票機，方便大家領取演唱會嘅飛。大巴嘅上車位喺服務櫃台附近嘅出口，係中港城嘅巴士總站。過馬路穿過的士站，再往前行幾步，很快就揾到永東個站牌。已經買好飛嘅朋友，最好早10分鐘到站頭等候，開車前都有服務人員收飛。永東尖沙咀中港城站每日都有好多班車經深圳灣口岸、蓮塘口岸、港珠澳大橋口岸來回大灣區各大城市。下次想喺尖沙咀去大灣區，記得嚟搭永東巴士。即刻上永東售票官網，體驗大灣區生活圈嘅便利。